在北营将军皇宫庙、洪济宫、北营将军厅。西边新年高宫了，漂亮的。那凉亭旁边呢，就靠近那个乐利街，靠近北门将军厅。从这个新年高宫北边这个门，从乐利街，然后从新年高宫北边这个门进去，在北营将军的旁边，在皇宫庙、洪济宫、北营将军庙西边哦，新年高宫校园那哦，凉亭旁边哦，这边刚好有空地，刚好可以换来换。